喂，大家好啊！即係最近大家都知道關兄好中意開呢個人 talk show 啦，佢係做直播嘅。唔好意思啊，我嘅電腦系統咧已經冇乜辦法咧可以應付到呢方面嘅需要咧，所以大家咧幾懷念呢個今日好心情，我都係堅持唔開住嘅。一嚟咧真係要等換晒啲新電腦先啦，咁啊因為啲系統就其實嘅線路就冇問題嘅，就只係啲電腦太舊啦，咁啊真係應付唔到呢個需要，除非大家肯願意課下金俾我啦，講笑啫。嗱，點解會無啦啦要聲音廣播呢？咁我諗大家，我都好耐冇開過呢個關於虛國主題嘅節目啦。咁啊，現時就如果大家習慣嘅話咧，都知即係68號電台嘅 YouTube 專頁咧，就仲有講人講事嘅咁啊。但係咧就虛國資訊嘅嘢咧，真係好少。咁啊，關兄既然近排咁中意畫歷史咧，咁啊，於是乎就令我有好多嘅記憶喺個腦海裏面。咁如果大家記得喺8月4號嗰一晚啦嚇，即係其實即係5號嘅凌晨啊，關兄佢分享咗佢自己啦嚇加入黃明嘅一段歷史咧。其實佢有啲嘢咧，佢已經唔記得咗啦。反而我就突然間醒翻起，咦唔係喎，係有啲嘢佢其實係搞錯咗嘅一啲記憶。咁究竟搞錯咗啲咩咧？慢慢鋪排俾大家聽啦。咁首先要回應嘅咧就係最近大家開始嘈啦。喂，李盈熙你幾時收黃明嘅歷史啊？咁點解有咁耐都冇收到咧？咁其實如果大家喺歷史局睇咧，就應該會見到咧，現時收史上面咧就只係收到去寶永朝嘅513事件，咁啊點解會嚟到呢度就 cut 咗就冇再寫落去住呢？咁啊其實呢，一嚟係我懶啫，咁我諗翻我靠自己記憶去抄翻呢，就我其實係有個緣故，點解當時寫到513就停咗嘅原因呢，就係話喺513事件之後呢，基本上成個寶永朝呢，其實已經係難聽啲句係崩潰咗噶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啦即係舊人記得嘅話咧，黃明周報事件之後咧，有一段時間其實黃明係提倡一個叫做去虛國化嘅一個運動。咁呢個去虛國化運動咧，其實就並唔係等同於就係話成個黃明要將佢成個體制都改革埋，而係話咧就係唔想再牽涉到咧關於呢一個當時華盟圈呢個虛國圈裏面嘅事務，咁所以就提倡咗呢一樣嘢咧。你會見到就係話，當我哋被孤立嗰一年，即係09年開始咧，點解會搞咁多關於其他嘢咧？咁關於報紙啊、電台啊，即係直頭係開始開行火嚟去做呢啲嘢。成個延興末期啦，即係對在上一任嘅君主啦，咁嗰個時代就已經。老實講啊，因為我當初重新成立呢個地方嘅時候，應該咁講，成個黃明史其實分咗3個大階段。咁啊，第一個大階段咧，其實就係喺2001年作為分水嶺嘅，咁嗰個唔講啦，太遠啦。咁啊，第二個分水嶺咧，其實就喺2008年嘅3月。2008年嘅3月發生咩事咧？就係舊嗰一批人咧，就正式就全部退出晒啦。咁啊，其實10之8九都退出嘅話咧。咁於是乎咧，不如就解散啦。咁解散之後咧，我哋其實有一段時間係遊離狀態，咁即係話又去咗呢個玩嘢論壇啊，做一個叫做臨時嘅棲身之所啊。咁去到大約我諗去到9月定10月，9月9月嘅時候咧，就因為其實好耐噶啦，講緊係07年嘅事啊，其實接觸過大清嘅我係。咁就由嗰陣時開始咧，就諗翻起呢件事，神推鬼拱就入咗去呢一個華盟圈裏面嘅世界啦。咁我仲記得第一個主動接觸我嘅咧，就係琴日所講義律即係元熙呢個元熙咧三點水嗰個元來源個元元熙其實即係咧大明帝國嗰個永樂係啦。其實喺虛國圈嚟講咧，佢都係臭名遠播嘅，俾人形容。即係又係同大清嗰邊唔啱牙又挖角嘅人，咁佢主要任用嘅咧就係其實都係太平天國嗰啲舊部，咁就係呢個琴日所講啦，即係小祖村趙飛龍，即係嗰個叫做離休公子啦即係將臣啦等等。
咁去組成嘅。咁某程度上就佢哋啲肯定係有一啲前提係挖角啊，或者係搞一啲嘅政治鬥爭或者圈子鬥爭咧，而促成咗呢一個分裂。其實08年尾嘅背景咧，成個虛國圈係非常之興旺，亦都好多嘅國家嘅存在。咁我就以為我呢個傻仔啦，咁啊帶住嗰6個人咁啊，成個獸頭咁啊走入去呢個圈子啦，諗住左右逢源啦嚇，咁啊呢度啊辣下，嗰度又玩下，咁啊總之就將大明同大清兩個之間嘅嗰啲衝突咧就撩晒出嚟咁，於是就觸發咗《黃明週報》事件。其實當時《黃明週報》未復刊嘅，去到11月先至開始籌備，咁啊12月先復，咁啊一復刊咧就大劑啦，就瀨嘢啦。當時仲係傻下傻，好驚啊嚇！當時係俾人杯葛晒啊，停晒。但係事後分析翻咧，就發覺原來呢一堆所謂嘅虛國一個咁龐大嘅架構，原來大部分裡面嘅嘢咧都係啲人係存在住幾個分身啊。諸如此類，其實喺11月嘅時候已經索到陣在有啲唔妥啦。主要原因就係當時嘅北明即係阿元熙啦，即係呢個永樂話俾我聽，葉向高呢個丞相同埋呢個皇帝本人其實係同一個人嘅時候，我就覺得乜原來係咁樣㗎，咁先至知道咧，原來呢個論壇世界裏面有好多分身嘅存在。但係我就一直誤以為就話好多人才喺裏面，咁啊結果咧我就知道瀨嘢啦。咁而當時個情況咁惡劣，咁啊俾人杯葛啊，外交孤立啊，咁可以點咧？咁6個人裏面又冇乜幾多個人係幫到我手，因為全部都唔係虛國嘅人嚟嘅，全部都係有啲係我朋友，有啲係綜合論壇，即係玩嘢論壇嗰邊過嚟噶嘛。即係對於呢一啲嘅所謂虛無縹緲嘅嘢，佢哋根本就覺得打晒問號，都唔知你做乜。咁於是乎喺嗰陣時又咁啱攞住部手機咁又玩下嘢，又 OK 喎。咁啊，於是乎就不如咁啦，我哋就做其他嘢去吸引人注意啦。咁於是乎嗰陣時開始咧就有呢個聲訊組啊，最初係聲訊組嚟嘅，廣播處聲訊組。咁就掹我啲 friend 啊、同事啊咁啊。其實嚴峰即係後來嘅寶永啦，就係一直以嚟我嘅朋友嚟嘅。所以佢嘅加入，老實講係某程度上係我掹佢拖佢落水嘅啫。其實你話佢即係佢係咪唔想幫忙又唔係，因為喺09年嘅期間佢喺背後做咗好多關於情報嘅工作。咁所以其實表面上黃明係唔關顧成個虛國世界發生咩事，實情就唔係，好多嘢都知，只不過係都冇需要話去再多事啊干涉啊咁。咁當時華盟呢家嘢好似仲喺度嘅，咁啊嘈緊話究竟邊個做老大啊嘛？因為大清突然間拋翻個波出嚟，話唔要啦。咁某程度上係因為認老大認得悶咗啦，嗰啲人開始嘈佢，咁啊佢又覺得呢嚿嘢係其實係一個拖手掕腳嘅嘢，咁咪掉出嚟咯。咁啊最初咧呢班友仔想掉俾黃明去做嘅咁啊，但係諗下唔係喎，呢個可能係個炸彈嚟嘅喎，咁於是乎就將呢嚿嘢咧就話我哋唔會啦，咁啊一度都話要想退出嘅啦咁好似就係大秦就要咗嘅咁啊不過好遠啦呢啲嘢就咁啊龍志就好似係做咗華盟嘅代表，佢就唔想黃明退出嘅，咁但係我哋整體嚟講就覺得基本上呢嚿嘢係個炸彈嘅時候冇必要接受，所以我哋唔做盟主嘅呢個工作嘅，直頭仲想話要退出添。我仲記得嗰時仲有個咩和平邦聯不過呢啲好遠啦，即係大約個背景就係咁樣。咁啊寶永嘅時代關兄就話寶永好似唔做嘢好多人都唔做嘢。其實好老實講6個人裏面咧基本上已經走咗2個噶啦，剩翻嗰4個。咁啊，大家知道啦，阿俊啦，即係阿銳爺啦。咁佢太繁忙啦，你基本上你要佢做嘢係好難嘅，佢好少會見到佢，除咗做一啲工程之外嘅嘢。咁啊，龍志啦，咁其實佢個積極度亦都唔係話好強，咁而且佢唔係話唔想幫忙，而係話都唔知可以從邊度着手，因為當時嘅
嘅困局係好嚴重噶啦即係我嘅決定錯誤而導致嘅。我要承認一樣嘢就係喺延興末期到寶永時期咧，嗰個嘅我咧其實係一嚟好保守，二嚟係好驚喺呢個地方嘅地位冇咗。其實我好執着於嗰個權同埋嗰個所謂嘅名利。當嚴峰做咗寶永呢一朝嘅君主之後呢，其實佢好多時喺我哋見面嘅時候，佢都好多時提醒我一樣嘢，就係話你而家究竟係想將呢個地方論壇化，你真係要經營嗰個論壇啦，定因為你係想繼續喺呢啲虛無縹緲，即係呢啲嘅鬥爭裏面呢？其實好你會見到個狀況好淹悶，就係話你享受呢種權力鬥爭嘅話，你所犧牲嘅呢，就係你成個論壇你唔使做咯，即係唔使玩啦咁。所以你會見點解嚴峰好少出現，就係其實佢係一嚟佢又怕議論，議論好煩，因為佢唔中意睇佢啲文件，好煩；二嚟佢又冇時間；三嚟呢就係話佢覺得嗰啲虛無縹緲嘅嘢唔關我事，所以我唔想理。咁佢都知道自己係一個過渡嘅君主，所以佢一直以嚟覺得就係話，只要放手，你哋中意點搞咪點搞咯。總之政治嘅嘢我唔想掂，我好討厭政治。佢真係咁樣嘅態度。咁所以佢好多時佢提我就係話，如果你要你想皇明好嘅話呢，唔該你就將佢綜合論壇嗰部分唔該你搞好佢。若果唔係呢，咁樣搞落去呢，其實就真係冇意思嘅，做唔落去。咁但係我有冇聽佢講呢？我係存在住好大嘅矛盾。咁所以去虛國化嘅運動裏面呢，某程度上係連自己都唔知自己喺度做緊乜，係好混亂。咁就09年之後啊，到10年，我唔記得咩緣故啦，就同阿將臣和解咗嘅一段時間，係啦，和解咗嘅。佢又俾人踢翻出嚟啦，即係基本上喺大清佢都係咁噶啦。咁咁啱又皇明電台又運作緊啦，咁佢梗係要人噶。咁於是乎咪10年嘅時候咪開始大家即係拍住啦，咁重新嚟過啦咁我唔知道啦嚇。某程度上可能佢又利用我，我又利用佢啦嚇，大家互相利用嘅啫咁變咗你會睇得到就係點解喺10年嘅時候點解會咁差嘅狀況？我諗關興未入嚟嘅嗰段時間，10年初嘅時候，大家當時仍然係好着重即係搞緊呢個皇明電台嘅嘢，咁其實論壇嘅事務基本上就放輕咗。但係就因為咁樣就造就咗成個皇明啦嚇，即係佢可以能夠維持得到、支撐得到。咁我諗大清啲人都好葡萄嘅一樣嘢就係，因為皇明電台點解可以有咁多嘢搞啊，咁嘅講啊，咁就變咗，所以點解會有水城電台呢樣嘢呢？咁但係你話呢樣嘢有冇令到成個皇明嘅好到呢？又似乎冇喎。